點解喺呢個經濟差嘅環境，越嚟越多香港人會視英國為佢哋嘅 Plan B 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對比下英國同香港嘅生活，用實際嘅例子同大家對比分析一下。現時嘅樓市、股市都不停咁跌，最令人擔心呢，就好似唔受控制，仲會越嚟越差咁樣。到底有邊3個核心嘅原因，令到香港人會揀英國做佢哋嘅 Plan B 呢？今日就同大家睇睇有冇邊一個切合你嘅諗法。現時香港嘅經濟環境咧都真係唔太掂啊 ，GDP 增長慢啦，出口跌，港元受壓，加埋樓市持續下滑，好多家庭都開始諗啦。如果經濟再咁差落去呢，我哋仲有咩選擇呢？香港呢一路都奉行高地價嘅政策，咁但係呢，而家嘅樓市已經連續錄得第12季下跌啦。高位買入嘅買家呢，家庭資產都蒸發咗唔少，部分人呢都會將佢嘅資產呢轉去英國投資或者置業，希望規避嘅風險。而至於點解喺英國呢？因為好多呢啲投資人呢，其實都可能有親戚或者朋友移居咗英國，知道英國嘅市場相對穩定，租金回報呢亦都比香港吸引。更加重要呢，就係有啲便利嘅政策，例如 BNO 簽證咁樣啦，幫佢哋移居英國，將來可以自用翻間屋，作為佢哋 Plan B 嘅出路。而第二個大家都好切身感受到嘅問題呢，就係香港嘅生活壓力大，但係人工呢就冇加。而喺失業率嘅問題上呢，英國的而且確係比香港高少少，就係4.4%，香港係3.1%。但係如果我哋對比薪酬嘅加幅呢，英國啱啱嘅加幅呢係6%，創咗8個月以嚟最大嘅增幅。相信香港呢，再受到一個外勞輸入政策嘅壓迫呢，薪酬嘅加幅呢亦都好有限。尤其是係一啲相對比較藍領嘅工種，以一個裝修工人為例啦，英國裝修工人平均嘅年薪呢係32,000磅到啦。反觀香港呢，如果我哋參考翻運輸署嘅勞工輸入計劃，一個裝修嘅工人呢，淨係需要港幣17,000蚊就已經可以請到啦。為翻英鎊年薪嘅話呢，就2萬蚊英鎊到啦。另外第三啦，就係一個子女嘅未來同埋教育嘅考慮。香港呢一路都係奉行一個精英制嘅教學啦，升學嘅條件係比較難啲嘅，而且呢，香港係一個金融主導嘅社會，所以呢工種會比較單一。但係反觀英國呢，英國嘅教育制度比較多元化，更加多選擇，畢業後呢嘅工種亦都更加全面，加上社會比較自由啦，嗰個社會嘅福利亦都比較多。當地嘅家長呢，的確係比較少話擔心仔女入唔到大學就會生活成問題。喺度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例子。L 太太佢哋一家人呢，原本冇諗住移民㗎，喺香港嘅生活都算唔錯，有一個自資嘅物業。先生呢亦都有一個穩定嘅工作，但係唯獨是呢，就係小朋友唔係好適應香港嘅教育制度。早前呢，佢哋已經買入咗英國嘅物業，諗住以房養學，有咩事呢就送小朋友去英國讀書。但係由於香港而家係經濟下行啦，先生嘅收入呢亦都大不如前。所以佢哋一家商量過之後呢，就取消咗送阿仔去英國留學呢個念頭，反而呢一家人就索性移民英國。因為佢哋督過條數啦，淨係靠先生一個喺英國呢做一啲比較普通嘅工作呢，亦都可以養活到一家人。而且喺先生嗰行嘅前景同埋出路嚟講呢，相信會比留喺香港呢嘅發展更加有好處。如果你都有興趣了解下 Plan B 移民英國嘅部署方案呢，或者睇下自己適唔適合移民，記得 WhatsApp 我哋 UKM 嘅團隊，等我哋免費為你做一個初步嘅評估，一齊諗個 Plan B。如果覺得呢條影片有用嘅朋友，歡迎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去支持我哋。我哋會繼續為你持續咁帶嚟英國嘅移民資訊同埋實用嘅攻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